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4月1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林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今年苗栗宫天宫白沙屯妈祖进香伫昨天正式起行。今年拢总有46万的乡镇卡报名，搁再创下新冠纪录。这么近距离看到那个妈祖停轿，你感觉是如何？我觉得很感动，就是第一次参与能够那么近距离的跟到，就是整个气氛很棒。最近有发生战争，所以也希望可以祈求世界和平。头一届白沙屯妈祖按算16去到北港28宫，拢总行9工底呢。虽然来回时间平均，不过这对于这乡镇卡来讲，也是一场考验。另外，传出讲有信众是无细字跋落去水沟啊，面参骹手拢切着伤。好佳在是无大碍，随行的救护人员也赶紧来甲伊斗相共。也讲到今年是有这救护团队来随行，而且佮引进智慧系统，民众若是身体无爽快，会当用手机的 App 定位，即时来提供救援。伫柑仔石无的乡镇卡12岁起就陆陆续续到向天宫，伊拢是要来参加一年一度的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每只人半暝就提早到位，所以有人无困好，加上天气真热，身体无爽快，赶紧送病院检查。轻松哦，是昨拢无困好哟。健康。今年的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报名的乡镇卡有46万人，真侪人是头一摆参加，有人提早来搭布棚休困，也有人是头一摆来到现场，感受头一天的气氛。总是要有地方可以休息啊，不然晚上没有体力。我没有走过第一天呐，我通常都是走平常日，我没有来感受过今天的人潮，想说过来看一下。今年乡镇卡的人数创下新的纪录，活动期间安全救护是特别重要。长期担任进香随行救护的东综合病院，今年导入智慧行动医疗随护系统，行动指挥车这科技的设备。是透过我们白沙屯 GPS 即时定位，它里面有深设一个一键求救系统。那一键求救系统启动的时候，我们行动指挥车会接到香灯角的定位。救护团队讲，这摆随行有2台救护车、22台的巡逻救护汽车，轮流值班的医师甲护理师之间有36人，救护之间50人。也希望乡镇卡会使共同合作，在人真侪时阵让出救护车的绿色通道，缩短救护时间。救护团队也提醒讲，若身体无爽快，唔通勉强。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方面，国民党主席邓丽文去访问中国结束，返来到台湾。中国国台办随着公布10项的对台政策，国民党表示讲，这是中国在对台湾表达善意。不过，咱的陆委会是强调，这只是中国包装做礼物的毒药，呼吁中国就应该爱参咱民选的政府来恢复对话。结束6天访问中国行程，返来台湾，国民党主席邓丽文受到国民党立委热烈欢迎接机，也过抗议一直对调咧。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基进党批评邓丽文呼应中方的讲法，尤其是邓丽文返来台湾进前，中国国台办公布上新一波10项10大政策，亲像推动恢复两岸直航正常化，上海市甲福建省民众赴台湾自由行，并且伫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为台湾农渔产品进口建立沟通的基础，也有稳准引进台湾影视作品等。不过其中有侪项明显需要先甲咱方来协商，才有可能达成。我们中国国民党可以提供大家很多具体的管道，直接的能够感受到、接受到两岸和平发展的和平权利。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江呼吁政府应该以民众利益设想，积极来回应中方。对此，陆委会讲，北京所谓经贸的让利，只是包装真多，大礼包裹会糖衣毒药。近年来不时甲两岸交流武器化、工具化，互咱国产业、农渔民的权益充满真悬的风险。强调任何交流对话无应该附带政治前途甲目的，呼吁中方甲咱国民选的政府恢复对话才是正道。民进党立委也认为，对着中方的经济统战手段，必须提高警觉。这就是所谓的口蜜腹剑，因为中国所认定的交流都必须要建立在中国的框架底下，也就是9·2共识、一国两制。两岸任何开放的措施涉及政府公权力以及制度管理的事项，中方如果是真的有意要推动相关的措施，应该是透过既有沟通联系管道。
经济部指出，根据上新的预测，2026台湾的 GDP 成长率是7%，中国是4.6%。咱国有关的依循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原则来推动经济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宣布的10项对台政策，其中进口台湾的农渔产品的部分，讲是要建立一个九二共识，甲反对台独的基础上，这是牵涉到政治的立场，所以农业部甲农渔民拢按算先继续观察。另外，中国嘛提出要恢复两岸直航，佮互上海甲福建的居民会当来台湾自由行。都有观光业者建议，咱的政府也爱来解除组团去中国的禁令，互两岸会当正常交流。为渔阮仔将篮游起来内底的石斑鱼活跳跳，石斑往来设假等农渔产品，过去落尾互中国单方面宣布禁止销去中国。即摆第10回了后，中国昨日宣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措施，其中包括伫坚持九二共识甲反台独政治基础上建立沟通机制，为符合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中国提供便利。很多的养殖户因为这个部分也赔了很多钱。那当然，我们现在有跟班员说，我们的养殖的那个种类或者数量，尽量不要像以前那样子大量去投入。试驾种要3年了，然后这个政策变来变去哦，农民无所适从。等到我们3年后要采收了，到时候政策不晓得是怎么样哈，所以这个是不确定性是最大的麻烦呐。因为它不是透过正式官方管道跟我们商量，特别有涉及到公权力的部分，其实应该还是要来交流才是正办。中国开放前地插到政治立场，加上过去单方面禁止的经验，和农业部加农渔民持观望态度。农业多管的小长表示会审慎评估，以提高品质为优先。维持我们的品质和量，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大家一起要思考的，而不是一股脑的全部都输往中国大陆。中国的市场是一个政治干预力极强的市场，也就是它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市场，我们会审慎的观察。农业部还未收到中国正式的来文，强调会继续引导农渔业分散风险多元布局。另外，中国为2019年8月暂定中国游客来台自由行，即摆也宣布要推动恢复两岸直航正常化，佮开放上海市甲福建省居民来台自由行。团体游呢，都是所谓的一条龙的业者，那可是自由行不会，自由行是你想要去哪里自己安排。观光业者认为，自由行甲团客无同，会当互各产业受益；直航同款会当互经商旅游等需求的民众受益。建议政府会当考量人民实际需求，就这个机会解除禁团令，互两岸交流往来正常化。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这2天啊，台湾各地拢是侪云好天，正烧热。过头山区有可能会落阵雨，咱再回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高温大约拢有到28至33度这么悬。气象署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甲台东来发布高温的警示，有可能会热到超过36度，甚至伫咧东南部阁有可能会透火烧风。一直到拜三，有一波微弱的风面通过，带来水汽，伫北部甲宜兰地区会较转凉落阵雨。拜四暂时恢复好天，拜五又阁有一波风面会通过。也毋过伫咧中南部是拢无啥受到影响，共款拢会正烧热。伫咧台北市是有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麻仔病例，伊要坐捷运去信义区食饭，目前有383个接触者，拢爱自主健康管理18天。卫生局也公布这个病例行踪，若是有伫咧同款的时间去过这个地点，而且有出现发烧、咳嗽、身体出痞等等，就要赶紧就医。确诊的这个查甫人伫咧发病进前，捌对万丰车站坐文湖线，伫中华复兴站盘车，去市政府站，搁再去信义区活动。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伊伫咧可传染期的卡领，3月30信义区餐厅食饭了后，坐捷运淡水信义线伫大安站转车，等于万丰边站。计两天暗时出门去便利商店，4月初再去坐客运去市府站，暗时搁坐捷运等于文山区，有设去便利商店。初二尾暗甲初三中昼拢有去药房。目前已经匡列了383名接触者，而相关产域也已经完成清消。个案足迹重叠的民众，请自主健康监测18天，
就医时也请主动告知接触史。台北市卫生局讲，出病会经过空气、水暖加接触感染，传染力正强。确诊的人伫咧出病的前后4天拢有传染到。这个查甫人自4月初1开始有亚型结膜炎，随三开始发烧加嗽，手面身体拢有红疹。看医生了，同步采检4月初8确诊。如果在密闭的车厢内，非常容易传染。得到麻疹的症状主要就是发烧、咳嗽、流鼻涕、流眼泪，从头、身体到脚出现一些红色的疹子。得到麻疹的人有时候会并发肺炎、中耳炎跟脑炎。医生建议30到60岁成年人，因为以前疫苗政策只敢做过一遍，建议一人各做一人，提悬保护力。因若60岁以上的族群，大部分拢捌自然感染过，身躯顶拢有抗体。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红孩仔一档比一档搁较减少，你听即卖人是普遍拢较晚生囝。有医师就提醒讲，若是超过35岁才要来生囡仔是较有风险的，所以建议若想要生囡仔翁仔某，就应该爱量早来拍算。70岁朱小姐结婚12年，一直无法度自然受孕，207过3摆人工生殖拢无成功，一直到去年选着气功婴儿疗程，才总算生一个宝贝查某囝。即马查某囝1岁半，也想要做第2摆气功，迎接出来第2个囡仔。那时候是怀双胞胎，其中一个也是有一点就是异常，但是还好那时候其实就把另外一个宝宝也是顾得很好。最近回来就是找医生要植入第2个宝宝。现代人普遍晚婚晚生育，生育年纪延迟，造成生育率降。根据内政部统计，2024年台湾女性头一胎平均年纪是31.05岁，比20年前增加4.26岁。所有出世婴仔中，超过30%是来自35岁以上高龄产妇。生育第2胎妇女超过35岁人占37%，甲10年前比增加1成。去年2025年全台新生儿人数只有108000多人，创下历史新高。台湾的30%的新生儿是由35岁以上的妈妈所产出的哦，所以这是一个警讯。我们的年轻朋友尽量在35岁前能够受孕生产，因为卵子35岁就开始老化，那最慢呢不要超过40岁。医师提醒，女性就算冻卵，也无法度避免高龄有心带来的健康风险。男性40岁以后，精子不良率、甲染色体异常率也会升悬。另外，为了抢救生育率，搁减轻不孕翁仔某经济负担，国健署也提供不孕症气功婴仔补助3点控方案，只要翁仔某一方有中华民国国籍，搁完成结婚登记，经过医师诊断，爱做气功婴仔疗程，头一胎第1摆相关会当得到15万的补助。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AI 参本土体产业正在发展，改变学生囡仔选择大学校系意向，也带动科技大学的电机、自通信甲 AI 相关的科系来招生。再来看《自由时报》，去年3季全国新增加的买厝贷款平均的期限是达到26.75年，第6个新竹地区除了台北市甲新竹市以外，全部拢创下上纪录。落尾是《联合报》。去年10月开始推动教师薪薪调息假，一学年会当请3天的假。因过，老师批评讲，因要请假，也搁爱找人来代课，颠倒是增加家己甲别人的压力。咱过来看到有一个20多岁查某人是假做是真好野的老师，无论是搬厝也是做美容、做头鬃的钱，拢叫人先替伊纳钱。讲因老母过2天就会对美国汇款过来，结果人怎安尼失去联络，上无有20个人去互拐去。一寡人为这个少年的查某囡仔伫问详细，这个查某囡仔坦白讲，家己是老师，也是福业人囝，讲法是假。甲妹妹对美国转来台湾读册，请业者甲出头家，先出钱了后，叫老母对美国汇钱的讲法也是白贼话。每一个来帮助他的人都有跟我说，房东，他钱都没有给他。他的身份一直有变，他在我这边是富2代华侨，然后他在台中是荣总的实习医生，在埔里那边是实习老师，他都营造了白富美，就是高级知识分子。民众讲用相款的手法对去年底骗到即阵，也捌一个人，加做几来人，拢是经过先甲人牵，先甲人开讲处理信任，结果要求拜托人先出钱，也是拖延付钱，等到人爱伊甲钱付清，就找无人咯。说真的，我们对他也不能干嘛啦。
只是说大家对，是让大家出来啊，不要有下一个受害者。昨下晡打电话要问这个查某囡仔，伊也无接。中部南部受害者加起来恐惊有20人受害，行业有一个美容美发业，也有搬租公司、空间整理师等等，一人平均哄骗1万到2万，部分受害者已经报案。律师是提示讲，若是拄到诈骗，尽可能完整来保留网络对话截图，也是付钱的收据，才相关证据来告伊。也会为着避免对方来脱产，向法院申请假扣押，冻结对方的财产。记者综合报道。关公署公布今年第一季稽查旅馆甲民宿的状况，发现非法的旅馆有1174间，其中台北市上多。那非法的民宿是伫咧屏东上多，有133间。关公署表示讲，已经有加重来处罚，希望会当保障旅客安全。为了加强查缉非法日租套房，台中市府去年12月对3间违规营业的日租套房强制断水断电。严据交通部观光署公布，今年头一季各县市旅馆甲民间的稽查状况，发现非法的旅馆比去年同期加42间。非法旅馆的家数以台北市上多有410间，全部是日租的套房；再来是台中195间，宜兰县156间。以加重处分，一经裁罚一次代金后，若仍继续经营及采取断水断电。本局与在地的管委会及地方社区紧密合作，教导民众如何辨识合法旅馆，透过社区自主巡守的方式，让日租套房无所遁形。不过，非法的民宿甲去年同期比较减少44间。稽查结果显示，非法民宿以屏东县上多有133间，南投县106间，宜兰县71间，采罚金额总计是387万。观光旅馆商业同业工会建议，政府爱来加强查缉，才法度避免非法的旅宿业者排除这个正规旅宿经营的商机。日租的地方，那是不是周边所住的一些客人，是不是就是龙蛇杂处，会比较乱一点？安全性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讲都是比较堪忧的。它并不会标示它的完全正确的地址，在查缉上面它就有相当多的困难要解决。对于旅馆甲民宿稽查结果，交通部观光署讲，避免非法旅宿业的日租套房，影响旅客旅游安全。近年来加大法规裁罚，增加非法旅宿稽查，加上补助各县市增加旅宿稽查的人力物力，希望提升非法旅宿查处的绩效。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的交通局公职处的前处长张永东任来涉嫌性骚扰，市府伫咧2024年改记2支代告免职，而且是袂使领退休金，佮依照违反性平法该罚30万。想袂到记当年，伊佮再考入去交通部的高工局，除了监察院已经改单歇，这听改法院也已经裁定停止伊职务。前台中市交通局公职处长张庆东确实第一任职期间对伊客人性骚扰，时间为2020年到2024年期间，市府第一2024年将伊记2大高免职退休金也免领，另外伊违反性平法罚30万，毋过伊马上报考高考，及格了录取个电费公务体系，佮衔接指定年资，听改法院合议庭审理了后裁定爱停止职务。可见他的情节重大。已经行政机关认定他不适任公务员，尽管背负惩戒人又考上公务员，但他的不适任性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如果继续执行职务，将影响公务秩序。张庆东第2025年参加高考，及格了后，同年10月被发到高工局交通管理组做工程员。高工局表示，伊伫报道时阵都已经知影正任职务牵涉的案件，因为伊是经过国家考试，读取分发到因单位的正式人员，依照规定免拒绝报道。他在台中市政府被停职，但是停职并没有剥夺再考公职的权利嘛，那等那个惩戒法案判决出来嘛，所以他还是依规定去报考，然后填志愿录取到我们这边来。高工局表示，听改法院的判决出来了后，已经依法停职，也已经离职。按过律师认为，公务人员的职务有高度的公共性、公权力行使，甲对人民基本权利的影响，在任用标准不应该干那限制伫专业能力。我们公务员用人，重要是一个贤人，除了他的能力以外，更重要是他的品性。如果品性不端的情况之下，他可以立即恢复公务员身份，对整个国家、对整个法治社会是不公平的。
律师表示，目前制度无法度排除明显无信任的人，反倒等提供因合法回归公权力体系方式的时阵，就出现任用制度的空隙，应该受罚，将重新建立大家对公务体系信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甲伊朗伫咧巴基斯坦的首都进行21点钟的和平谈判。这是两个要到半世纪以来上关层级的会谈，不过落尾也是讲无成。美国表示，这伊朗是唔接受放弃核武的条件，双方无法度达成共识，所以美国也宣布要全面来封锁伊朗的港口。We have been at it now for 21 hours, and we've had a number of substantive discussions with the Iranians. That's the good news. The bad news is that we have not reached an agreement. 美国甲伊朗伫经过真长时间的谈判了后，双方各自宣布和谈结束。美国副总统范斯伫开完记者会了后，随坐回人机回顾，谈判未成功，主要原因是伊朗拒绝接受美方要求放弃核武的重要条件。范斯讲，美国的底线是伊朗必须对无星球核武甲相关技术做出明确而且有法律效力的保证。We've made very clear what our red lines are, what things we're 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em on, and what things we're not 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em on. And we've made that as clear as we possibly could, and they have chosen not to accept our terms. 伊朗讲无发展核武，不过对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甲去年的12天战争，美国甲以色列军也摆轰炸伊朗敏感设施。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和谈进前也讲，已经成功来摧毁伊朗的核武计划，无任何一处浓缩铀设施也伫运作。伊朗是伫协商中寻求礼拜论停火，赔偿也有对荷姆兹海峡的控制。伊朗政府早前发伫社群平台 X 发文讲，谈判继续，双方的技术专家会讲话文件。不过，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由美国提出计划的要求，造成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是强调，各方原本就无期待会使伫单一会谈内底来达成协议。伫巴基斯坦举行的一场会谈是双方近半世纪上悬层级的接触，不过希望终结这中东战事的期待也搁再来失望。初7开始的2礼拜停火也增加变数。不过川普讲，美国已经伫咧恢复荷姆兹海峡的商业通航伫咧做准备咯。We have minesweepers out there. We're sweeping the strait. In addition to that, we're negotiating whether we make a deal or not. Makes no difference to me. 美军在派2只驱逐舰安排水下无人艇进行扫雷的部署，不过听讲是想要经过荷姆兹海峡时，互伊朗部队警告。美军讲伫完成任务了后，按计划离开，无发生冲突也是意外。因来伊朗讲，美国军舰伫对入了后，佫活动去。另外，美国最近媒体报道，美国情报显示，中国准备也是早已经提供伊朗新型的防空系统。川普讲，若中国真正安尼做，会有大麻烦。公视新闻单秋梅编译。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放调讲要毁掉规个伊朗的文明，这款的言论是已经达到保守派底线。民主党推动要限制川普动用武力的权限，不过这决议案是去互共和党团规个动落来，也有人是支持动用宪法的第25条修正案，以精神问题无责任来将川普解职。在到伫国会当兵的楼梯，几十个民主党的众议员轮流大骂川普，进前对伊朗提出来上尾一天的威胁。民主党批评川普已经失控而且无责任，要求国会随结束休会，通过一项战争权力决议案，约束川普伫对伊朗发动任何进一步的攻击进程，必须要得到国会的批准。Our offices, all of our offices, have received hundreds of calls from concerned constituents demanding that Congress reconvene and address this threat through a war powers resolution and further action to rein in an out-of-control president. Threatening genocide is not a negotiating tactic. It is important that even though we were able to get this ceasefire, which I pray holds, that we hold this president accountable for what he threatened. Because threatening genocide is not just against international law, it's against our federal law too. 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杰弗瑞斯，最高是希望把这项决议案以无人反对的方式，唔免表决直接通过。因为目前国会当时休会期间，议员大多数拢无伫华府，这摆的行动象征意义是比实际意义搁较大，嘛含暗算的共款。和众议院多数党共和党籍的主席驳回，白宫嘛替川普辩护，讲就是讲甲遮硬，才是促成伊朗同意停火的关键。除了限制动武的权利，民主党搁打算动用宪法第25修正案。
汉，以精神问题、新兴状况无责任，甲川普解职。一寡保守派和川普的死忠迷众嘛支持这个做法。民主党进步派议员甚至是支持弹劾，但因为民主党在国会并无多数的地位，只好暂时搁伫遐。参众两院民主党人嘛讲，后礼拜休会结束了后，会搁一摆推动战争权力决议案的投票，嘛呼吁共和党的议员出面，相信只要少数共和党人嘛来支持，就会当通过。公司新闻司会长编译。匈牙利举行国会大选，投票率是要到8成，创下新高纪录。偏右派在野党是已经摕到要到7成的国会席次。45岁党魁马加尼是要来取代执政16党的奥班，成做新的总理。包含英国、德国、法国、欧盟的领袖等等，拢甲马加尼恭喜。甲匈牙利的国旗亚悬悬，行过一片旗海甲庆祝的火把。匈牙利反对党、尊重甲自由党党主席45岁的马加尔，12暗时伫首都布达佩斯发表胜选的演说，强调这届胜利解放匈牙利，也攻得奥班政权。A Tisza és Magyarország megnyerte ezt a választást. Nem kicsit, hanem nagyon, sőt, nagyon-nagyon. Közösen leváltottuk az Orbán rendszert, közösen felszabadítottuk Magyarországot, visszavettük a hazánkat. Köszönjük nektek! 大批尊重甲自由党的支持者12暗时去到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边庆祝胜选，画出加罗西亚赶走等等的口号，有人等一天等16天。I feel amazing, really amazing. Like I never thought this would actually happen. I've been praying for this for 16 years, so I am super happy. 根据已经开出来95%的选票，尊重甲自由党伫199席的国会当中，已经摕到138席，毋若过半数，而且已经来到单独修改宪法的标准。原底奥班的青年民主联盟，敢若摕到55席，即马62岁6权16党的奥班，想要连任第5届，讲败选真痛苦。毋过嘛强调，青年民主联盟会甲反对党的角色搬演落好。hogy a hazánk és a nemzet sorsa számára ez a ma esti választási eredmény mit jelent, és mi ennek a mélyebb vagy magasabb értelme, azt most nem tudjuk, ezt majd az idő eldönti. De akárhogyan is alakult, mi ellenzékből is a hazánkat és a magyar nemzetet fogjuk szolgálni. 匈牙利媒体统计，这届大选投票率未逾8成，创历史的新高。首都布达佩斯投票率更较来到80.96%，包括英国首相施凯尔、德国总理梅尔茨、法国总统马克宏、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等的领袖，也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拢已经祝贺马加尔的胜选，期待未来会当加强合作。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秘鲁举行大选，目前民调领先的是第4届参选总统的真心惠子。不过，因为候选人有30外个，无任何一个支持率超过15%，预估就要进行到6月第2轮决选。海地当局指出，伫咧北部的拉菲里埃城堡举办世界遗产的年度庆典活动，所发生人阵烧烟烧弹的事故，至少造成30个人死亡。泰国迎接泼水节，车阵大增加。当局表示，今年4月11日天，就50个人因为交通事故过身，大多数拢是超速甲食酒赛车造成的车祸为主。镜头转来看国内，即马国际油价大起，伫韩国的政府宣布要补助民众了后，咱的经济部表示讲，因为咱的政府是有咧控制油价，咱的油价已经比韩国更较俗啊，所以是袂对咧来发补助。那学者是提醒讲，咱台湾的油电拢无起价，如果这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会当控制伫咧2%以下。不过另外一方面，就应该爱来注意台电甲中油了钱的状况。国际油价因为中东战事影响，最近激烈波动起价。韩国政府宣布，月底会针对超过6成民众发放高油价1万金，金额上悬大票13000块。外界关心国内敢是会得力发放。我们有亚联最低价，还有包括专案平稳的措施。我们现在33.9，像韩国的话是51.4左右。我们希望油价不要升高，因为它会推升整个物价。
经济部表示，未抵韩国的措施，严格油价波动一定影响物价，政府会继续观察市场状况。除了行政院逐礼拜召开民生安定专案，国发会也透过稳定能源供应、稳定民生物价等7大主要措施，降低国际情势变动对国内影响。根据整体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今年第一季 CPI 年增率 1.23%， 虽然还未到2%通膨警戒线，不过油源要注意刷落来 ，CPI 油源有机会向顶悬提升。石化直接的这个产品，跟它间接的产品价格都受到管控的情况之下，它要去导致 CPI 大幅的上涨，这个是不太容易的啦。那你说会不会有人因为说，现在大概这个物价，这个油价的上涨，然后来说我要涨一点物价，这个可能性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大家民众对物价起会出现起价有机心理，国发会已经强化跨部会民生商品价销监测，经济部逐礼拜监测指标餐饮商品价销，毋望稳定国内民生物价。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讲上紧伫咧今年开始引进印度移工，但伫咧民间就有人去质疑，抑个将即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来提案，要求政府得爱先确保国人的治安，无限期延后引进印度劳工，到当时已经超过27000人出来呼吁。针对这件代志，劳动部强调会对各方面落去评估。劳动部长洪胜汉进前被询时有讲，头一批印度移工可能上紧今年引进，引发讨论。有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要求政府优先确保民众治安，无限期暂停引进印度劳工。呼吁人数增加真紧，到即阵已经超过27000人次。产业需求也是要去了解，还有去处理。可是同时，一些民众关心的重点，我们也是要去兼顾，必须要去设想，去做好一些相关的配套。根据劳动部统计，到今年月，台湾移工超过86万人，主要来自印尼、越南、菲律宾、甲泰国、也蒙古、甲马来西亚移工真少，甚至是零。相对亚洲其他国家，日本有15个来源国，韩国17个，新加坡11个，台湾的来源明显加真少。专家坦白讲，社会对印度人无信任，真多政府引进印度移工的政策，敢若亲像浸水的米色歹芳。产业低薪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要先去解决。低薪年轻人，他每个月领的薪资偏低，没办法去养活自己的时候，他根本也不会考虑要去结婚生子，都用一些偏颇的，甚至于说违反事实的言论在评论这个问题。那同时又跟我们国内的政治又扯上关系嘛，这样就会造成双方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对民众的反对声音，劳动部搁再强调会对产业人力需求、民众的关心甲配套的完整这方面，以及具体议程，拢会好好来评估，监督袂火讲去做。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新北5股伫咧昨昏8点外，有一搭回收旧衫的工厂是火烧，咧火势拖甲真紧，拢总烧掉7000多平方公尺。一共完成前后两个部分，一共有4间。那目前加起来的总面积大概是7000多平方公尺，将近2100多平。所以它是第几栋开始燃烧的？是后面的那一栋开始燃烧。那它是4层楼的建筑物，所以在后面燃烧以后，那因为前栋也是到4楼，所以就变成前后一起燃烧。所以有人员受伤吗？没有。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规排厂房拢着火，乌烟庆上天，看到是真惊人。啊，甲在迄当阵，厂房内底是已经全部拢撤离，无传出有人受困也是伤亡的情形。这火势也伫咧半暝11点左右受到控制，因为着火原因是抑阁爱等待调查。另外，咱的镜头来看苗栗的南庄是有3个查甫人伫咧街仔路骑马，这警方接到通报了后，随调监视器来找人，因讲是准备要甲马骑去新生国的马场。警方是依照道交条例来甲因处罚，要求因应该爱用货车来甲马仔载走。一个查甫人骑马走过，后壁缀着2只马，地点就伫苗栗南庄的道路上。在拜六早起11点外，有真侪南庄游客拢看到这款的景象，而且毋但是伫街路有骑机车的人，伫去新社高山区的道路上也看到这3对人甲马，马也差一点弄到机车。警方协助了后，赶去处理。警方赶赴现场后，于路旁树林发现邓男等3名行为人与马匹踪迹。均坦承确有道路上骑乘马匹之情事，
警方伫苗21乡道11.9公里的所在发现3只马，也有骑马的细丁、细带甲细步3个查甫人。因家己讲是用货车将马为新店华山载到南庄开始骑马，目标是新仙谷。警方要求3个人将马以货车载走，故意违反道交条例第84条规范。民众切勿于道路骑乘动物或从事足以妨碍交通之行为，以维护整体用路环境之安全与顺畅。去年16月中旬，也有马出现伫西滨快速公路苗栗后龙路段，迄当时一台车甲一只马相撞，造成驾驶轻伤，马仔当场死亡。警方表示，不管是骑马，还是带马散步，也是放任轻突宠物伫道路上，拢是违反道交条例。记者综合报道。本地7月要开始实施宠物用药的新制度，规定药品若是无登录做动保用品，这药商是袂使卖予动物病院。这动物盘的主人就要摕买药的证明，去到药局来领药啊，增加因的负担，甚至有可能伫紧急的时阵无药啊通好用，引发兽医甲主人的反弹。落尾农业部是宣布办请实施。打破黑箱。受气主人甲动物团体到风险处外口抗议，就惊7月初宠物用药新制程度，带宠物看医生爱个自闭，上诉管啊。小孩子是家人，别让家人无药可用。别让家人无药可用。另一边要被招兽医师来关心，为管理流向7月初开始，药品爱定了做动保用药，药商才卖予动物病院。按过701项药品，今日定了144项，注册这医用上诉拢无伫内底。将来主人爱用买药啊证明到药局摕药啊，主人可能买无药啊四界走丛，兽医佫可能伫紧急时阵无药通用。兽医诊疗机构已经被放在管制药品法里面了，那为什么你们今天在这个一般的药品一定要导到药局去呢？这是不太合理的事情啊！农业部承认动保用药订录数量不如预期，改图方法就是将核准订录制改做公告制，直接公告做动保用药变订录，互动物病院亲像即马继续提药啊，未来用双轨制，兽医应透过药商买药啊，或者是开买药证明到药局提药啊。那可以省却厂商要来做登录的这一个过程。伫风险处举行上班办法来演讲会议，兽医师、医师工会拢有参加，是毋是要伫7月初一上路呢？也互参加人投票表达意见，结果是减半实施。修正方向其实是大家支持的，没错哈，都点头。好，第一点。那第二点，没有修好之前，没有改正好之前，我们这个办法不上路，这也是大家同意哈。农业部表示，无准备好新制上路会是大灾难。兽医师也反映，新制拢无实施，已经买无药啊。农业部发声，供应千万免等，即马无违法的问题，请药商安心供应药品。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推动针对糖、钠，还有饱和脂肪等3项营养素，用红色、黄色甲青色混合来调试。卫福部长赵宗龙表示讲，这项政策佫会结合健康币来收集点数换健康食品，按算下半年会开始实施。不少人爱食美国挂包鸡肉钱签订重口味的食物，也毋过食侪恐惊对身体造成负担。为了方便民众编写食品营养资讯，卫福部规划推动红黄绿3色火鸡标示，希望对民众选买食品有帮助，做出较健康的选择。可以啊，因为小孩的健康、大人的健康都很重要啊，至少知道这些东西哪些是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毕竟有些东西摄取过多的话，对身体健康是不好的嘛。举例来讲，当100公克固体食品的饱和脂肪大过等于4.5公克，糖大过等于15公克，液体食品每100毫升的糖大过7.5公克，就标示做红色，属于爱暂时摄取的高风险食品。当固体食品每100公克的糖加过1.5公克，液体食品每100毫升糖加过2.5公克，就标示青色。若是伫蓝黄面之间标示黄色，而且未来也佫会甲健康币结合，会当兑换彩色的健康食品。未来呢，我们有健康币推出的时候，我们当然优先健康币能够兑换的就是健康食品嘛，所以搭配这个健康食品，那么绿灯的未来就是首先会纳入可以兑换的。赵宗龙强调，这项政策是参考澳洲、纽西兰等其他国家经验，采取较会当理解的方式来表示，希望改变民众饮食习惯。现在采取主观性质，毋望引导业者朝向青色标准研发食品，
预计下半年实施。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因为一出电影的争议，引起众人开始关注林家血案这段过去。教育部当也推出补课学位专区，提供予民众来了解台湾的历史。也出版社表示讲，最近这甲台湾史相关的册销量有较增加。日本大导演北野武所说的一段话：大灾难不是死了2万人这件事情发生了1次，而是死了1个人这件事情发生了2万次。港姐因为一出电影争议，开始关注林家血案，伫社群分享对台湾历史的反思，嘛带动一阵补课的风潮。教育部嘛顺势推出补课部的专区，让大家有管道找找甲认识台湾的历史。最终他觉得那个攻势太强烈了，所以他回到他的总编辑室关起门，他做了自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上新的一集实体观众补地南用的课，教育部嘛讲，因专区的补课影片是透过挖近生活的方式，让民众补台湾史。伫个理解咧当中吼，咱学习着互相的包容吼，咱更较珍惜咱台湾民主发展的成果所以咱这补课的每个专区我们是那是一个学习的平台，我嘛希望讲会使成为咱民众会熟悉咱台湾历史的重要的路口。另外，补课风潮毋若伫网络滚价尔，出版社讲，即阵风潮嘛带动愈侪民众买台湾史的册。突然间知觉到讲，原来咱过去对家己的历史、对家己的文化拢无啥了解，所以伫咱最近这个册市嘛，引起遮个台湾历史的册大卖。出版社嘛希望即阵补课的风潮会当愈拓愈大，毋望更较侪台湾人会当重新好好认识咱的台湾史。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为着要鼓励甲栽培母语文学的人才，教育部主办台语甲台湾客语文学奖，今年已经是第10届。教育部表示讲，这届是有史以来投稿量上侪一届，伫台语的部分是拢总选出27件得奖的奖品。伊是以早的生活，无法度去学校，伊伫客厅做手工，伊伫灶骹无用试试。作者用台语的文母啊、伊、有、A、O、E分段来写对阿嬷的感情，这是今年台湾台语甲台湾客语文学奖的作品之一。得奖者讲，当初一开始写台语文，是当作练台语的方式，通甲阿公阿嬷加开讲讲话。当摕到文学奖，嘛，互伊受到真大的鼓励。伊就敢若我的母亲共款，我就讲用文母这个主题来。甲我对阿嬷的印象，甲伊写入去这首诗内底。嘛有得奖者以家乡台南北门掠麻仔的在地产业做写作题材，除了写出台人的互动，嘛透过文字记录掠麻仔的技术。论真讲掠麻仔足辛苦，着趁大北风暴，天乌寒。除了介绍讲台湾的掠麻仔的技术以外，更加是要更加是希望讲会当。利用这个作品，甲我甲阮阿爸之间的互动，还有这个过程，甲伊甲伊保留落来安尼。教育部主办的台湾台语甲台湾客语文学奖已经第10届，这届拢总有691件作品投稿，有现代诗、散文甲图片小说3类，台语拢总有27件得奖作品。有评审表示，这几年少年家投稿加较侪，嘛豆豆对单纯书写情感佮加入知识的内容，技巧也愈多元，通看到台语文写作的进步发展。有人甲迄种掠鱼的啦，饲粉鸟的啦，也是有足侪无共面向的知识。拢藏伫内底，我想，迄对读者来讲，读的人来讲，伊毋若是会当感受到迄个情感，伊可会当去学到哦，原来这个代志是安尼哦，以前拢毋知。除了发展台语文学奖，嘛是鼓励写作人才真重要的方式。教育部表示，为着文学奖的作品，未来嘛会正做 AI 资料库的一部分，希望透过台湾的主体文学来进一步开发咱的主权 AI。记者刘尚如、丁秀凯台北报道。运动部长李勇甲伊上熟悉的队友王泽林，佮在联手来拍比赛。面对全国U19羽毛球男双的冠军，林勇组合够打，也是配合真斗打，落尾以31分比19分拍赢比赛。一届赛对手就升得分，奥运羽球金牌好手李洋退役担任运动部长了后，受邀请担任世界青城杯羽球锦标赛表演赛选手，甲古搭档王泽林，佮再来林洋配，对上新出U19羽球男子双打冠军。
开始反击，随比赛进行，找回较早的斗打。后来领先将中以31比19获胜，得到大家的喝彩。很感谢他们没有起杀心了，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运动的方法，当然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参与运动。两个少年选手是感觉讲这摆比赛因学到真多。到后面的时候，学长习惯了，然后他们就用硬实力跟我们打，我们就很难去处理。吸收一点学长他们的打球方式，一些还有战术。由青心杯羽球赛已经54年历史，对着提倡国内羽球运动有重要意义。例如，这摆也传了运动部同仁斗阵参加比赛，斗阵鼓励人民的运动风气。记者综合报道。在新闻的最后，咱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24度至33度，中部地区24度至32度，南部地区24度至33度，东部地区24度至30度。还有外岛地区21度至28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